再来看台积电的法人说明会，一礼拜四要举行，大家拢真关心今年第三季的景气哦。最近有风声讲，因为 AI 人工智慧的需要，台积电高雄的厂房要对28奈米改做生产2奈米的晶片。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讲，而且台积电已经有提出要改做先进制程的需要，毛甲台积电沟通过了，有一寡行政程序要个处理。 政源大港的领头台积电赶上 AI 热潮，同讲高雄厂的制程布局将会做调整，从原本的28奈米改做先进制程的2奈米，包括台积电也将会伫咧新竹的宝山一个中科等地建厂。顶同时，台积电绝大部分的先进制程重心拢留伫咧台湾。跟留台湾，那么还是把先进制程的部分继续留在这个本土呢来进行生产。那但是呢，会是指标性的策略放眼全球。那么在其他比较成熟制程的部分呢，就是会放在其他的国家。高雄市政府回应讲，第二次台积电就捌提出，希望高雄厂改做先进制程，宽产部分就等待台积电补齐资料了，结果做后续的行政程序的处理。包括这个水电等等这些问题，包括这个环差的等等这些事项，这个都有充分的做过沟通。台股伫咧盘中的表现小幅度震荡，电脑甲周边设备业的类股正强。超美的董事长及执行长苏志峰，这礼拜将会来台湾接触供应链和 AI 相关的概念股，继续将这热门的话题。因那台积电这礼拜四将会办发射会，同讲那 Android 手机一个传统的伺服器的市场的情形无好，营收可能会受影响。我认为市场其实已经事先有所预期，所以即使呢台积电公布出来的一个讯息如法人所预测的这样，我认为对于股价其实影响并不是太多。分析师讲，股价永远拢反映未来，但是即马台积电股价已经挖过前一波的高点，代表市场更加注意台积电未来营运的展望。不过，伫目前正入发射会进行的揭秘期，公司方面对高雄建厂的计划是无做任何的评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